2005年度香港小姐競選15號陸詩韻。有人話我老咗，但係其實我更加中意而家嘅自己喎。睇翻以前選美嘅啲相呢，25歲嘅我眼神的確係有啲忐忑嘅。而家我44、5歲啦，雖然係少咗一啲嘅膠原蛋白，但係嗰份歲月嘅沉澱令到我更加有自信，眼神更加堅決。因為光環會褪色，但係善意就可以永遠咁樣延續。如果有人問我比較中意幾時嘅自己，我會話我最中意而家嘅我。後生嘅時候追求嘅係舞台上面嘅光，而家呢，其實我更加想為弱勢社群可以做一個點燈者。其實咁多年以嚟，我都出席過大大小小唔同嘅慈善活動，探訪長者中心啦，為公益籌款啦。有時有人會問，點解要堅持做呢一啲嘅工作呢？我會覺得港姐呢個銜頭呢，其實會褪色㗎。但係如果你為別人點嘅燈，令到美麗變得更加有溫度。睇到受助者嘅笑容呢，其實我更加堅信港姐嘅身份唔單止係一種榮譽，亦都係傳遞愛同溫暖嘅一個橋樑。